哇操！好，咁我哋講完開門見山係啲咩啦，係咪啊？係啊。首先要明確自己嘅立場，例如就係話隨住科技日新月異，智能手機咧已經非常之普及啦，係嘛？對於小學生係咪應該要擁有智能手機，社會大眾咧就各執一詞，意見分歧。而我認為，只要懂得善加利用咧，智能手機係絕對適合學生去使用嘅。好，咁跟住入到去正論啦，係嘛？開門見山，描述現況。好，我哋睇下呢啲引言嘅佳句示範先。呢度第一句你讀，快啲。隨着科技日新月異。唔睇呢個，呢度開始。睇緊智能手機而滲透到生活的每一個角落。滲透。咁啊，描述分歧啦。對於小學生擁有智能手機，社會大幅明意見分歧。而我認為，只要好地使用智能手機，絕對是學習生活的好幫手。好，啱啦。啱啦。呢啲就叫開門見山啦。你學唔學得識？描述現況，用橙色嘅字眼，隨住科技日新月異，滲透到每一個角落，越來越普及。描述現況，藍色嘅字呢就係講分歧啦，大家都各執一詞，有人認為贊成，有人認為反對。紫色就係，而我認為呢係好幫手嚟，得唔得？唔睇呢個啊，我知，等。好，跟住入到嚟正論第一點啦。第一點就係你頭先講到啦，方便聯絡係嘛？首先要講論點，直接講出你嘅理由。手機係聯繫屋企人嘅重要橋梁，係咪？因為放咗學之後就可以打電話俾爹哋媽咪係嘛？譬如課外活動，遲咗放學喎，又可以打俾屋企人話遲咗放學啦。塞車又可以打電話翻屋企啦，係咪？咁上咗車，亦都好似阿桑咁樣，可以打俾媽媽話我已經上咗車啦。就千祈唔好空口講白話啦，係嘛？要寫自己嘅經歷，例如啲乜嘢啊？有一次我參加呢度啊，課外活動後天色已暗，我便利用手機通知媽媽我已上車。係啦，呢啲咪例子咯。但係喺寫例子之前，首先要講自己嘅中心句。中心句點寫啊？喂，你讀呢句嚟聽下。首先，手機是聯繫家人的重要橋梁。就句號㗎啦。係咪好似寫説明文咁啊？10個字就一句㗎啦。跟住俾個例子，跟住就解釋啦。點解要咁樣做啊？你舉咗個例子啫，咁要解釋背後嘅原因㗎嘛。因為咁樣做可以令到父母點樣？呢兩個字點講？開心。安心。更能夠喺緊急情況下及時求助。由此可見，呢個紫色字解説，由此可見手機可以保障小朋友嘅安全，係嘛？扮演住咗不可或缺嘅角色，快啲啊！OK，得你繼續講啦，繼續啊，嗱，呢度就完整示範一次啦。係。好。咁而家呢，我就請小朋友用10分鐘時間呢，去諗一諗點樣去作第一段啦，第一個正論，自己嘅第一個觀點啦。10分鐘時間開始。